从旧道路到新道路，现在改变很多。所有我们的南九就有线，整个对地方产业方面非常的，对地方农特产品非常有利。这条路做好了，对咱东山呢帮助足大，让咱的农民呢，直接运输农产品非常的便利。这条道路呢，经过咱的东湾老街，跟咱青山的老街，致使了咱东山街呢产品运输方便以外，嘛带动周围的观光，尤其咱的林安森林步道希望大家有时间，囡仔甲是大人，会使拢来体验咱东山的森林步道。这个所在非常的好，从有南99、有104之2、105，还有175线，还有104线，总共的长度大概将近了35公里。那改善了大概有道路的一个路基的基底的改善，还有把一个大家比较诟病的人手孔把它下地，然后增加一个人行走的一个空间，还有把相关的周围的一个学校串联起来。那这个工程的总经费大概是2.44亿。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剪彩，东山黑曜金咖啡公路周边观光路线道路完工通车。在去年的差不多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开工。那我们知道山区的道路又多又窄，然后事实上路况也很久都没有修缮了，路况并不是很好。那我们不能只重视城区市区的道路的这个路平，我们更要重视农路以及山区道路的一个堪用。那我们把这个道路整修好，农民的农产品运输更方便，人员进出更便利，以及观光客来也更顺利所以说，我们希望后续的农路的整修以及产业道路的整修计划，我们陆续来进行，也感谢中央跟地方的协力配合，中央也帮忙补助经费，地方也自筹经费，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6时估计欢收看8月14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由总价宽频三冠王上主车所举办的新世代主播营，伫暑假第2推出营队上午热情开课，传来小朋友运用上新的 AI 科技来创作出家己的声音。另外，也有学习新闻、采访等传播课程，同时要请南区区长肖秀华、木兰里长陈清泉来实地访问的重头戏，场面相当热烈。最受家长及小朋友喜爱的新世代主播夏令营活动进入第2梯次，开课首日，邀请到南台科大黄琼仪老师传授学员如何与 AI 有效沟通，做出精彩图文。像哪一个关键字，它会瞬间帮你把它完成哦。好，各组来想一下你们要做的关键字，它0.1秒就会帮你们完成了。好，开始。仙玲老师教的很好，他教了很多 AI 的东西，很有趣啊。我想把那个鬼怪元素的东西加到图片里面，会比较有趣。那你会觉得那会很可怕？不会，不可爱。对。除了学习到科技新知，来到主播夏令营，当然要学习到如何采访。主播郭文吉特别与同学分享新闻怎么来，以及采访秘诀。问问题的时候要尽量的详细啊。那老师今天也有列了一些采访的提纲，让大家参考。语言就是都会不管问人家问题。然后现在呢？现在，然后就会问人家一些问题。不止理论，更重要的就是实作。主办单位特别请来常上新闻的大人物，让小小学员问好问满。现在有那个长照2.0，你有给居民什么补助吗？长照2.0其实在照顾社会福利跟老人这个区块，其实我们的大家长王伟哲市长非常的重视。
那所以在今天看到这么多小朋友，针对在我当区长这过程当中的一些相关问题，从他们问的过程当中可以感受到，他对区长治理区政这个区块他们的想法跟一些观念哈。那我也希望就是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夏令营活动，然后跟他们这样子的一个互动。那知道小朋友他们的想法是什么？那我们有一些大人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知识也可以传输给他们。那这样子的互动过程当中，透过这样夏令营，我想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效应。夏令营哦，这个很好啦，因为给小朋友多了解呢那个当记者一个快乐因为就是鼓励小朋友呢多听听那个爸爸妈妈的话跟老师的话以后长大呢可以来社区帮忙做社区的志工，还有对长辈的关怀。采访、写作或者是电视新闻制作有那个兴趣的小朋友，能够到公司来接受一些培训。那未来当然在这个那个新闻人的这个角度上我们希望可以从小来扎根，培育一些未来的一些新闻人才。2024新世代主播夏令营活动首日安排了 AI 科技新知、新闻采访秘诀、访问大人物以及特殊摄影等。第二天还有小朋友最期待的主播报新闻，让学员们自信展现这2天在主播营的学习成果。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8月14日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台南市慰安妇人权平等促进协会上午嘛举办对书，前总统马英九连续6天出席。立委嘉龙介甲前总统马英九纷纷表示，因为慰安妇当上的土地使用期限只到今年6月，就要刷位，所以希望市府会当找所在来安置。台南市慰安妇人权平等促进协会每年8月14国际慰安妇纪念日，拢会伫台南市慰安妇的东上头前举办追思会。上午出席的包括该协会理事长童晓云、立委嘉良介以及前总统马英九，嘛连续6天来出席。马英九表示，慰安妇的东上是6天前由着当时国民党市党部主委嘉良介所设。第一则有中英文、日语加韩语的介绍，其中英文的部分是由着马英九来翻译，但后来因为东山被拍卖，慰安妇的东上土地使用权限只到今年的6月底，因此上午的追思会可能是最后一届。对此，前总统马英九加立委嘉良介嘛希望市府会用电话找所在来安置。我们呼吁台南市的黄伟哲市长能够帮忙，让这个台湾唯一的慰安妇铜像能够找到适合长久的安置地点，让台南市民来自各地追思纪念。如果台南不能有的话，只好迁到别的县市。一旦迁到别的县市，大家都知道台南市不欢迎慰安妇，大家说对不对？我们不希望台南留下这个名称。很多的伤痛，大家不愿意公开站出来讲，但是总不至于让阿嬷连一个安身之地都没有。各位可以看到，我们周围有日据时代留下来的10个景点，政府花了几十亿、上百亿的去维修，但是难道真的给阿嬷一个容身之地都没有吗？我们在这里还特别今天向黄伟哲市长请命，希望能够找一个小公园，让慰安妇阿嬷不要流落他乡。上午出席的除了前总统马英九、立委嘉良介，还有议员林念竹、柯志春、蔡宗豪、加罗坤福等这位议员代表，以及慰安妇东上的创作者林坤明，加着电影《主战场》的导演等侪人出席。整个追思会对一开始的默哀到最后的献花，整个过程中央一个隆重。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近年来，因为进口蚵仔愈来愈多，甚至甲台湾的南做伙卖，互本土的蚵仔养殖面临困境。所以，台南区渔会透过中央渔业署甲市府乱局所制作的台南蚵仔标章上午正式发表，并邀请饭店餐饮业者呈现台南蚵仔对产地到餐地的澎湃美味。有了台南市政府甲农业部渔业署以及台南区渔会共同推广的台南蚵，推出产地品牌标章。14号上午，伫台南福尔摩沙酒店举办台南蚵品牌标章的发表会，包括市长黄伟哲、立委林俊宪，甲着农业部长陈俊志、区渔会代表拢到场共同来见证。台南蚵上好食，赞温情不来吃，品质有保证，完成上完成证。政府渔民斗阵行，需要大家来相挺。台南蚵上市，台南蚵上赞。蚵仔你若无请鱼啊，你较会知影对蚵仔，所以你要建立这个品牌，用这个品牌建立消费者的信心，变做足重要的。因此呢，感谢各位渔民大家努力，互咱的蚵仔品牌会当吼，即摆头拄仔就参与渔民做讲，阮家己饲好，来挂保证，阮负责，这就是上盖好的这个品质，保证的表现。怎么样来让我们的蚵仔能够让我们台湾的消费者更清楚？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产地端的品牌，你要有品牌，才能够让消费者知道，他吃到的是台湾的蚵仔，那他吃到的是台南的蚵仔，特别是台南的蚵仔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风味。那第二个部分是后端的行销，其实也是结合我们前端的，所以我们在品牌的蚵仔里面，其实我们带了一些所谓的产销履历，或者是追溯的一个系统，就是让消费者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标章，就有它的一个品质保障。市府推动传统的饲蚵仔产业的转型，甲着消费市场的区隔。伫今年发行台南蚵产地品牌的标章，现场嘛有5位蚵农，早来搭配溯源的条码，或者是产销履历新鲜的蚵仔，并且搭配4间餐饮的业者，推出无同风味的蚵仔料理。筋动的手法，就是把蚵，然后用茶鱼高汤做成一个金球的样子，看起来很讨喜，然后吃在嘴巴里面它会融化，会爆开这样。那海鲜呢，跟茶鱼高汤本来就是非常的搭配。那我们把两种形态的食材跟料理合在一起，然后呈现出一个蚵的一个生态。那它下面有垫一些珊瑚的石头啊、蚵壳啊、漂流木，然后衍生出一个蚵仔的再生环境。近年来因为极端气候，加上进口蚵仔冲击，立委林俊宪表示。10年来，蚵仔进口对过去无到60吨，到目前4000吨，成长了将近70倍。希望台南蚵的产地品牌标章会用方便国人来辨识产地来源，进一步提升商品品牌的价值，增加渔民的收益。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前阵仔开密风台造成台南市安南区真侪所在成为淹水的灾区。根据了解，主要是因为落地寮排水系统的中游下游也无完成整治，所以立委陈廷辉就邀集水利相关单位前往新顺利会勘，要求尽速完成排水工程。你看我三站楼梯哦，嘛拢入去哦，这回嘛是。工程嘛，要你差不多10公分有啦。拢积伫遮啊，阮即摆遮变做上较低啊。居民受气阁无奈，因为开辟风台的时阵，所在的社区变成淹水重灾区。蔡英文总统后来，赖清德做市长来，阮也有建议，恁要做爱伫下流先做，你唔当伫顶流先做，顶流做水起来到我遐，阮水袂出去。我讲你阿爷讲啥讲？这是。政策的错误，整个政府的错误。当地里长质疑政府的治水工程有问题，会因加嫌严重。主因伫这条落地寮排水系统的中下游段也未完成，规条上下无法度接通，影响水尾段的疏通效率。争取到工程经费的立委陈廷辉
就邀集水利署、市府水利局来会勘。这个部分，咱的乡亲足烦恼的，就是讲你下游到底是安怎开通的？下游有做好迄个顺利会当互水排出去迄个动作无？当然咱才做涵商，因为有一节个还袂完全通的。压力上行的部分，因为伊的断面会较细，可是我是靠顶管的水的高程全部甲塞出。照至于计划，伊就伫10档的洪水位，我的水完全会使顺利甲排出。即下下游段一定伫前几档就做好啊。即下即段咱就咧做民区的部分，就咱即段的部分，因为伊无够宽。水利局解说，水尾段有做压力收涵，只是瞬间的大雨，互排水排袂利，加上要做整治工程，也阁要甲新顺桥桥梁加悬。伫此进前，陈天辉就要求爱评估适当的地点，设置临时抽水机组，提升防洪能力。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台南安平甲尾灵祭殿，逐当农历7月初9，拢会举办高配祭，先伫运河边采8公尺的平台，对岸的头前降下背部，一路随到运河，来遮老大公甲水中高分的普渡仪式。而这款习俗已经传承100多年。长长的背部为高平一路延伸到运河内底，互河水分落，要来带老大公上花。拢是伫背部两边插香，邀请各路好兄弟来领受贡品。这是安平灵祭殿每当固定伫旧历7月初9所办的高平祭。有一条桥起来，迄一条布桥起来，起来。想用遐关系，爬去到顶头啦，无，遐有够咱就靠我人去啦，无就当遮，当下较下尔，相用尔。听经运动啦，请道长道主来做这个普渡的考仪，完这倒是有一年一轮的这个传统啦。伫运河边啊，搭8公尺悬的高平。4个家会摆猪食含饮菜，也阁有几十支摆着各式点心的高菜。这项高平祭习俗，互定了做台南市无形文化资产，因为只流传伫安平，所以嘛邀请民众来体验摆高菜。摆个高菜最主要就是讲，这物件摆了要互因这心灵会当尊重，会当尊重。上简单的一个话，就是讲干净。其实，这个祭典源头跟中原普渡无关，所传承100多年，上主要是饮水思源，会当看到大家准备澎湃贡品，含献前滴，展现对好兄弟的敬意，嘛感谢生命的保庇。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今年台南市吧市府在国内行销宣传，为了世界交杯，对今仔开始伫纽约、巴黎、首尔等第一线城市冒影片来宣传，互国际看到孔庙相存000岁者代表台南的观光文化资产。有观众秀、夜光灯、小王船等台湾的传统宗教文化活动，还佫有孔庙、000岁、康盐田等台南的文化资产景观。今年是台南市吧市府制作一支15秒的行销短片，伫热烈的纽约时代广场播送。台南是台湾的文化首都，其实也是台湾的文化最丰富跟精华的一座城市。那今年是台南市百，那我们其实希望把台南文化的美好让更多的人知道，因为台南市百，我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就是一起台南世界交陪。斗阵台南世界交陪。台南市府积极推动台南城市宣传，这支短片将连续7天，伫韩国首尔、法国巴黎、日本东京等国际重要地标出现。因为这个所在游客较多，会当达到行销上好的效果。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
认识台南，然后也了解台南，从而邀请大家到台湾、到台南来旅游。文化局希望借着影片，让国际感受到台南融合深具传统的魅力，进一步对着台南留下美好搁深刻的印象。嘛，欢迎世界来到台南。台南新闻综合报道。这届巴黎奥运，搁再为台湾摕下一面金牌木性具选手林玉婷，伊第一时间严格区长詹明华的代表市长侯友宜去因老厝来打红榜，乡亲更是帮跑下来祝贺，相当的热烈。上午一大早，林玉婷莺歌区尖山路的老家就聚集了许多的乡亲，他们都是来庆贺莺歌女儿林玉婷在巴黎奥运的拳击赛中为台湾再添一面金牌。莺歌区长曾明华也代表新北市政府侯友宜市长来贴红榜，感谢玉婷妈妈教育出优秀的拳击国手，成为新北之光。昨天晚上我们组成加油团，200多人，都是地方的士绅。那也跟侯友宜市长一起在现场直播加油，那也见证了玉婷最光荣的一刻。那今天代表侯市长特别来贴红单、放鞭炮，表达恭贺之意，也是我们新北之光莺歌的骄傲。其实，在金牌战前，为了帮林玉婷集气，莺歌区公所便将所有的 LED 电视墙全部换上，为林玉婷加油，期待她能在巴黎奥运勇夺金牌。而林玉婷在本届的奥运拳击竞赛中无端卷入性别争议，为了帮玉婷加油，新北市长侯友宜、玉婷妈妈与所有市民一起组成强大的应援团，在市府一起观赛，见证玉婷勇夺台湾拳击史上首面奥运金牌的历史一刻。区长曾明华11号上午便带着公所团队来到林玉婷位于尖山路的老家张贴红榜，现场也聚集了许多的乡亲、明代地方士绅，一同向玉婷妈妈来道贺。这15年来，她真的是拼尽她的全力，然后她也真的是做到了。一路上讲真的，我替她很开心，然后有点感动，我也说不出来。她其实她是很坚强的。然后我们都是2个个性差不多啦，我也知道他的个性怎么样，所以第一个是不打扰他，把他金牌先拿到这样子，然后后续的话再慢慢跟他聊一下。林玉婷用实力证明了自己，她在拳击亚洲锦标赛、世界锦标赛和杭州亚运拿下了金牌，再加上这面奥运金牌，已经完成了金牌大满贯的里程碑。莺歌骄傲，林玉婷。尖山女儿林玉婷。记者沈金华莺歌采访报道。这摆因为开密风台，和高雄南园的海岸边布满了大量的树木加大水槽，连顶规个行路器都有可能堵着。民众看到算袂清的大水槽，若想要捡回去，提醒大家千万唔通会被开罚单。大型机具正一块一块的清理海边的木材，整个高雄林园的海岸线全部布满了漂流木，看起来相当的壮观。从小树枝到大树干全都有，连珍贵的块木都有可能遇到。看到沙滩上数不清的木头捡到宝，难免会想要选一块喜欢的带回家。记者来到高雄林园的海岸边，可以看到整个海岸全都是漂流木，有些造型奇特，让人想要带回家，但是其实带回家可能会遭到受罚。这没赛 Q 哈，这几天报纸才报说有4个人被移送法办。其实大部分来到这里的木材都已经不好了啦，因为打来打去都裂掉了。人家捡的大部分都会在哪里捡？在那个老龙六龟啊。那海洋局呼吁，漂流木属于国有财产，要经地方政府公告后才能捡拾，民众切勿任意的拿取，以免触法。经过凯米台风的大雨狂刷，高雄山区的树木被大量的冲刷到了海岸边。林园这边就是第一站，他们会沿着海流从南到北，不断分布到高雄的海岸线。这个地方高屏溪出海口刚好是高屏溪的最末端，那所有的每次台风大雨，那是整条高屏溪从老龙溪那里的山上的木材，就随着大雨流到这里啊，这里就是第一站
啊，所以很多最大的木材都会停留在这里。整片沙滩上全都是木头。每次风灾过后，可以根据漂流木的外观判定这次山区的塌方状况。可以看到海边的杂木比较多，完整的树木比较少受到伤害，代表这次凯米造成的山崩灾害比较小。我们都说闽南叫杂木啦、杂木啦。啊，冲下来的木材，像今年的木材，大部分都是山上已经枯死掉了，因为一看就知道已经好多年，刚好大雨把它冲下来。那冲下来就是山边的木材留下来了。那像莫拉克台风那个是整个山壁都崩掉嘛，所以木材是比较新鲜的，都是刚被冲死的那些。但是如果没有抢通清理，漂流木和垃圾会占据整个海岸线，甚至堵塞整个渔港。高师傅海洋局已经出动大型机具，紧急清理汕尾渔港的周边海岸和港口。经海洋局现地来勘查，初步来评估是漂流木与垃圾大约是300公吨。那到8月1号为止，已经集堆漂流木大约是28公吨，并将汕尾渔港的港嘴打通。那港内外水已经可以交流，不会影响港区的水质。现场已经逐步清理完成，木材被分成一堆一堆的，准备等林务局来查验搬运。未来也会开放民众捡取，等清理完过后，不妨来到海岸边挖挖宝吧。记者双军高雄报道。感谢收看8月14日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